大家好，我係1A 班嘅15號，今日好高興同大家分享一本書，叫《幸福窮日子》。你聽到呢個名應該已經諗到好多條問題，例如窮嘅人可以幸福嘅咩？或者佢哋點樣生活㗎？咁我好簡單介紹呢本書先啦。呢本書係講一家人從佛山移居到香港嘅故事。佢哋嘅生活雖然好貧窮，但係一家人相親相愛，仲樂於助人添，日子過得好幸福富足。我印象最深刻嘅地方就係短篇故事《火災》。火災記述作者一家發揮守望幫助嘅精神，喺學校嗰度照顧受火災影響嘅無家可歸嘅居民。作者同佢嘅弟弟幫助災民嗰時，發現有啲小朋友從來冇去過香港島，冇食過漢堡包。佢哋喺嗰一刻先至明白自己幾咁幸福，比好多唔同嘅家庭已經好幸福㗎喇。我讀完呢一本書之後，我就體會到樂觀知足嘅態度非常之重要，並且我哋應該要感恩自己所有嘅嘢，而唔係嫌我哋唔夠嘢嘅。呢個先至係幸福嘅關鍵嚟嘅。我讀咗呢本書2次，我成日都記住書中有一句：心靈富有比錢更可貴。我覺得呢一句最能夠深刻咁樣總結成本書，仲好適合咁樣形容作者嗰時嘅情景。冇乜錢，但係有個心。總括嚟講，幸福窮日子係一個好好睇嘅書。呢本書入邊有好多道理，有好多關於我哋日常生活會面對嘅困難。例如作者移民到香港嗰陣時，第一日返學，佢又俾人取笑，俾人蝦，俾啲人稱呼啲好差嘅名，但係佢最後都係以愛嚟對待，冇嗌過交。佢最後都係適應咗香港嘅環境㗎。呢本書又有趣又有道理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由呢本書獲益。你哋經過圖書館，記住借下書睇一睇啊！